总个今年他们那边。这个国家规定，他说要保护劳动者。但是我这个人，我你们家那边出错好了，要不要处理？都要处理，卖人反正都卖得了。我先。星期三，这个我们养老会，星期四，这个民政生活会。慢慢他是日嘛，我反正给你不来干不去死。不是，他是我去的几次的，跟着他去。他只要你不是学的是，你晓得的，有感情钞票。小娃娃。我晓得我为的啦。跟着他去。抓你妹儿！哎呀！这个工作上是说应该有工作汇报会，这样我单位机关。这样好，真的。要在考前的时候他拍，考前干报，考前打了标记，最开心的嘛算票记。精神是非常好的。儿子也少，儿子应该条件好的嘛，总要想个调，条件不好嘛，不能调的。条件好的话，那难点。条件好的，来，外我我有。有人来了。谢谢你，我进来了。把弄好的。你看不着，看不着。实际上，他个底下算了一些事情。啊，这个老早呀，你接不来的。底下算上，他现在是在过，搿里孙子码头的，对老百姓们是不是也讲？你说，你说的，他一口就说，哎呀，你说来找我们，你说的，这里有你说的。老搭档。来。老得死了，搿里啊，老得死。人没得去了，老娘带着去到国外去退休。给国外看一下我们中国的生活多好，老从退休工厂就炒麻将，对不对？很清醒。钢铁化，哇！早知道我们这里要搞这个。这种钢铁呀。昨天你在不在？够了3说了，是去钢铁。灭人物7。你怎么看到？跟大山一样。刚好就吃遍了。我们那个大手大小。小龙还有炒嘛，真炒我也吃了。炒早不是吃的，他上次回来不是你等马上回来不是抽麻将吃了吗？天天炒麻将。他个麻将我我老黑心的。黑心的来了，黑心麻将来了个比较，没得不到那么叫垃圾桌上没多少就拿来包杯，这包杯嘛，走都不奏效了。他过了，他来不过，他没黑心的。他弄了他。麻将来了个比较，弄不的清，那边来了个黑心。没。开。没。耶，后来他回来了，那不让走对了。这得说了。那这种打错了就要出去了，看吧。啊。又打得进去，还是打出去了。我也没注意，这个别人知道打嘛，这个别了。就是，也可怜打这个。吹口。没事，你看我。不晓得打什么，也打不出。
他都抠出来了，不懂不抠他听那是。然后到这了都没。他们老杨去有个辰光到了，你咋放啊？随便啥辰光好放。我们摆那个里头呗。哎，摆了那个。摆那个地方多差的。摆那种羊毛啊放，刚才不是我的刚才不今天我看的。你定来了。来。又开锅，这锅个，开锅，买，不好买锅啥事？后面我给他不说起。哎呦，你那离开了亲，这一次都吃快，大大大，这一次都吃快。那个放弃了，我晓得我吃了个70的话，我就要容易放弃的。那个14，那根本没放了，要容易放弃。收起来，收起来。正确要不要？站起站起来。小问题，我说，拍一下那个片拿到外国去，看我们中国的生活。我不给他们看的，那个工人在家里有时候看。这边。这是给我先生看。这边。能找不送你了。哦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我只要叫人家不要送，接不了接我。送不要送。接了送不要送。哎呀。那个是讲高兴的啊。瞎高兴是吧？啊，我妈意思。两个都有了。啊。两个。哎，别高兴了，俺们那个早洗澡来了一下就。你4个去了。啊。你4个。你不要上来。上来上网。哎，早洗澡来了，早点清早点，总之呢，这个嘞，一直要高兴。不高兴。哦。总比不总归是应该。知道的，我们总有说啊。哎。我不在我就说可以在这里，就说。你说我们的同学风度，看他的风度，今天知道要拍下个一点都不好看，被压惯了。我是不得看啊，在今天知道要拍照化妆来的，我是不他讲的。看的看的，你是抽烟看的看的。弄了你这里呢？弄了他，晓得是，我弄了他。我们不提倡。说是那个这个，我那要哎要落地弄嘛，才是会得好一点，你相不相信？那要得大，要落地大才是才会好。你来得大。你这来得大。应该要落地大。有听不当不听。哎。有听不听，你说的，我就来好。现在要落地大，现在要落地大。俺们为羊毛为太极东西。喏。啊。晓得这东西碰了喏，这东西过来的。意思。喏。通了。你少讲两句话好不好？我就不注意他。
哎，好的。海丝哎。百事棉好的，哪个是也是？我们别花美的那个。一个别说别花美，别几百单，上百的。这个小一小的，大概是这样的。你几岁的几年？他那，他去了去。红还有。这是红的，大概手里那种有。上来没悟空嘛，我到了马上开始。你简直打出去，那是当人家跟人家委屈你的。对不对？放在这个系统表里面才成了，那这个牌怎么会碰啊？这不可能碰的。对，那是打到你手里。嘛，这是不能乱打的，这个要慢一点。要注牢，呀，这身心地位要过牢。二招，他二车就要注意，三劳张啊什么二劳张也要注意，其他的都没有什么的。这有胡就胡，没有胡就没有运气嘛。你怎么知道我会没运气？一盘都没有胡就没有运气了。运气慢慢的来的。我是后发找早。不懂，你是什么样的人啊？好歹人。我好有飘啥戏？我打不好。这好讲，这个科学的，劳动大数据考的东西，是咋那个是的？现在就现在的。你干啥进来？你不要。我那边东西在那里。四川的。哎，他帮我做两次了。到4万他也没有掏钱，对不对？到4万打几万，这个牌就胡了。我说你不少来过，他们说不敢不敢是2万3万。这个我就是那两个没几个，他们今天一天是2倍回来，不然他们1车毛多，人1车来这嘛就那个几个菜呀，这个都是要给你吃是。哎，他们从那里走那个3年了，我估算到往前3年了，比你车上人就买大些，我们那边的是。你跟我俩生活不太大家工作。对不对？他也要给他也要给他，是不是？演员呢？是老演员。娃哈哈姑娘的广告，小广告。哦，他的娃哈哈姑娘。哎，第一次最早的。嗯。哦，搿个好的。娃哈哈姑娘第一只广告就是她，同那个小姑娘妈妈我要喝。妈妈我要喝。啊，就是他就是然后开吃不啦，你们不啦就泡的，2个2个小样儿开。哎。就还是姐姐。来，快一起玩嘛，很自由的，不要拘叫毛束。做姐姐的，叫毛两头金管到妹妹高高儿，你跑了去了。哎，这个是跟那个小姐姐，还有这个姐姐给她吃。小姐姐要不要吃啦？小姐姐有的。小姐姐有的，她1口不够，她还要1口。跟那2个阿姨吃。她还不要啊？啊？什么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什么儿子呀？啊？他叫你。要到大陆不去回来了，现在大陆嘛，然后他要自由的，不过吃得了点讨厌。他欢喜鱼刀不呢？哎，你尽量讲，我讲的，我讨厌。多少钱？6斤。喏，这个呢，送给你的呢。小姐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你等会给你看。这是广告。这是广告。下次你去买，帮他们去啊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啦？
这送给妈妈。这是我的，这是这是你的。我看一下啊，啊，你看一下。看一下。然后我看你。两个，两个呢。妈妈一个，你一个，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啦？多漂亮。怎么了嘛？你说什么了？可以把妈咪弄的，可以把妈咪弄得更漂亮。给妈咪一点。把妈咪可以把它盖起来。哦。哦。哎。哎，给它拔牙。再抱起来，整个人都抱起来。是冷的时候穿的。冷的时候哎。冷的时候。好好做啊，不好好。折起来，折起来，弄乖，弄这是冷的时候穿来的。但是我不要打。来，妈妈打。你们就可以自己的了。真是哟。哎，真是的，就是要军咋真是的，就真是觉得很漂亮啊。也是。多漂亮。喜欢啦。是啊，而且好漂亮。来来，你喜不喜欢？喜欢。不喜欢，喜不喜欢？什么都没有。啊？喜不喜欢的？喜不喜欢？喜欢的，喜欢的。喜欢的咯，噶漂亮，肯定喜欢。这起来了，会。有可能对。怀疑的，肯定是比较怀疑啊。可以啊。来。这样。这样。下面。今天你来看过了。啊。去谁的家？来，阿母来这去，喂，阿母这去。阿母子，哎，交给阿母子。妈妈给的。知道了。姨妈，我哎，化妆品没去。哎，化妆品都一起去买去，到8点钟就好去，8点钟去。这不得去。孩子没接着。孩子没接着，孩子就是孩子没接着，孩子就根本是9儿年的。根本9儿年的。那不当。哪有看到？又看进去了，哇哈哈！对不？你要看？那他最经典的那个又看进去了。又看进去。没有。又看进去。搿还是再吃些。妈，要不然丢了来，一阵。不是蛮熟悉。哎，不熟悉，而且你说夹在锅里高头都还可以啊，也好看，也好欣赏。这个我们补习。他已经没年纪了，这个全部点点是那哈补习辰光是没有一天的，全部点点你啥些那个就，大爷欢喜进的，是他那个跟他学。就搿辰光开始，这一册。去年有搿种老好的，就是一册，乖了，记忆。没有，昨天晚上现在已经在飞往哥斯达黎加。就搿年子他又买了2册，他就亚瑞是给他2双，我就送给他一册。搿一年他买了2册了，这他都配好的，有那个哎。就是那每年就是搿一册册西买的，就订这个一册，订这个一册。就是每年的发音那个种有没有？要去哪？是不是他？弄是他。啊？给他们吃。就是他这2来一个糖。那个糖。再来一个糖。还有什么？他吃过的糖是刚才你吃的是吧？哎，你放在这里面。拿在这里面。哎。很有劲哦。哎，坐在上面就给你铺下来，坐在那里。你回去啊，你爸爸都看到那个样子。先这样，我铺下去，我看看你。你变了，这阿姨会得把你个人忘了。这么一个人，假死的阿姨都没假死的忘了。哎呦，阿姨这个我忘一个，阿姨有功夫忘的，没功夫忘的。有功夫啊！我的
哎，搿搭猫还蛮忙个，那个开了，哎呦我去开人家，哎，肯定是哪里有事情，要跑来跑去。阿舅不你搿两天，外头前天哦是落雨天了，我们没人来，就那么几毛了，哎，过了每天就我每天。这阿姨我的哎，你妈妈会画画，你家会不会？我他娃都没画，他画了蛮好的。啊，来来。11岁的。哎，来来。你有的是光，刚刚是光。不是的，我比较别懂嘞。我初中毕业的嘛，但是我到初中辰光已经画了蛮好，欢喜画的，我想来欢喜画的。啊，那你讲谁讲那个阿姨呀？都来都拿不回为不你玩了。就是他的是啊。那个公公买的，哪个买的？不是他到了去，他到等于是还到这个老师里去，哎，哪里去？哦，困难的。我是到回来，这个阿姨我，阿姨我讲谁的呀？那我娃讲谁嘛？不要说笑。他的老婆做的行业，那里肯定是比较不合适，我一定要打完给他完。1万，我一定我叫他是新娘快的，来几米去哦。很快的，正好回来就看看到了嘞。他来去了嘛。所以呢，你看他都胖了胖胖的，一个姐姐大瘦的，